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彰化县，今仔日一困头增加到15个确诊的病例，其中有5个人甲这个拍麻雀的传播链有关系。卫生局来强调讲，这个拍麻雀的传播链目前已经造成16个人确诊，而且根据着资料，甲这个确诊者共一道来拍麻雀的，互画到的几率毋那是100%，而且画到病毒了后，至少会阁画互4个人。都惊这个中华疫情会来大爆发，这个卫生局是启动着台检的计划。来看这个彰化县现场上新的状况。其中有2位呢是这个聚会所的所主，等于那个家那是他家提供大家来做这个排咖的聚会他发现了4例，那其中有1例呢，他也往他的家人去传染，所以这个排咖里面最重要的是，他也往他的职场、往他工作的场所、往他的家庭去扩散。那这个传染链到目前为止已经累积16例了包括他传染到家庭的那个案例。那这边特别重要的是要请大家注意同桌的感染率是100%。你只要跟确诊个案在同一桌打牌，你感染率是100%，就全部都会确诊。那目前我们已经匡列的这个排咖的一个接触者已经超过20名以上了，还持续在匡列当中。那我们在强调这20名假如全部确诊，那每一个又传到他的家庭或职场，至少平均是有4例以上。如果真的是这么大的一个传染力的话，它未来最大的可能性是会有增加80名的案例。所以怎么去减少这些冲击呢？我们就有一个很重要要请大家要注意的一个提醒请看下一张。我们就是麻将排咖的快速筛检的动员令。我们呼吁你从5月16号之后，只要你有参加任何的排咖的聚会，有在那边打牌，你如果出现呼吸道症状或者身体觉得不舒服，请你立刻前往我们10家医院的新冠肺炎的这个主动监测站。那告知医师相关的接触史之后，赶快医师帮你做采检跟评估。甚至说你还没有出现症状，你确定你有跟确诊个案有在一起打牌的话，不要经过有症状就立刻要做采检。